如果你想財務自由，你一定要睇呢本書，叫做《窮查理嘅智慧語錄》。入邊並唔係講咩股票投資咁hardcore 嘅技術咯，而係常識同心態。因為炒股呢，本來就係一件簡單嘅事，唔好誤會。我知道穩定獲利嘅過程係漫長同埋無聊，但係其實你學識嘅操作係好簡單，唔使太複雜。當你心境夠強大嘅時候，你就可以成為一個無論喺投資定係人生各方面都會成功嘅人。呢本書入邊其中一個課題就係教人要有多元思維模式，你要學識用唔同角度思考，越多越好。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接觸多啲活動，學多啲唔同嘅技藝，從中揾到共通點同埋構練知識。你會發現你嘅思維層次會比一般人更加廣闊，你嘅思考唔係咁單一，你唔會再因為意見不同而亂咁對人發脾氣，唔會再因為生活上少少嘅失意就影響成個人生節奏。你會識得抽離自己，轉角度去研究、解讀事情同了解自我。記住，你嘅思維模型就係你大腦中做決策嘅工具箱。當你越多工具嘅時候，你唔會再單一依賴手上嘅錘仔，將所有問題都當係一粒釘去解決。如果你想更深入學習股票同思維成長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，仲要撳埋個鐘仔。我係 Liu 睇完嘅龍。